birthday， 好好好，嘿嘿嘿，祝你这个人生350岁。毋是啊，咱的主题是鸡卵糕，啊是安怎变做 Happy Birthday？ 笑者要哭啊哟！不是笑到水拢流出来。是受着鸡卵糕对哟。啊，鸡卵糕毋是拢是做生日的时阵你食的，嘛是啊，毋过平常时嘛会当食。当时譬如讲去食迄食甲饱，遐就做一鸡卵糕诶。哦，你讲上尾的时阵，无啊，头前食肉的时阵，迄胃着顶饱啊。袂啊，我会分配1/3，所以你是就是传说中的迄个食迄甜露的胃是另外一个胃心。我感觉是哦。而且我阁有去过一间餐厅，嘿，伊就是专门互你食甜露的。听起来都胃的呢。啊，我有一个同事，伊就讲伊要挑战全品项，就全部都甲食一轮。个敢有成功？有哦。毕竟伊的胃不哩啊大，雄雄感觉一车生起来。好，咱开场就已经分享甲鸡卵糕有关系，到底听友会甲咱分享啥物其他鸡卵糕的代志，就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一个来词，抑个有甲观众朋友写杯，用台语念出来。你到底演啥？我扫声。哦，安尼敢要暂停者？即马声听起来就是结高水安尼，应该是无代志。要确定呢？确定。啊，我知，是毋是今日鸡卵糕的主题？迄个苦力木甲你的拿后加掉咧。食伤济苦力木，我用感觉会车酸起来。到底要吃酸几届啊？我做食会车酸的咧。黑白妈妈听到，佮要甲我骂啊！黑白妈妈，你徛我的胃，我话你食吼，迄一车酸有较好。啊，但是因为吼食甜露的时阵，食鸡卵糕的时阵，我拢会配一个咖啡。安尼你也是莫食好啊。好啦，咱先来听看咱网友安怎食啦。来，你先。好，白边、黑边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10箍，真欢喜我投的鸡卵糕日是即个月主题，因为我想要分享阮桃园特别的鸡卵糕，互大家熟悉。嘛是属于我细汉时的记忆，因为阮兜算是大家族，大家拢住附近，便若到阿公阿嬷生日的时，阮姨母就会去订一粒足大粒的鸡卵糕，因为是20人做伙食。但是即种鸡卵糕毋是普通迄种外面抹苦力木的鸡卵糕，会记得伊的顶面迄层放腰果、乌枣加一寡樱桃，下面就是鸡卵糕。恁嘛知影，囡仔人就是爱食甜甜的苦力木。姨母订的即款，细汉咧食的时，总是感觉大颗颗，佮小可甜甜，逐摆拢爱配汽水才食会落，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向阿母要求，敢会当莫佮订即间鸡卵糕。但是阿母总是笑笑讲，我感觉袂歹食，你看大家拢食甲真欢喜呢。我嘛只好鼻仔蒙蒙咧准煞。换庆祝阿公生日的时，我才知影原来是因为阿公阿嬷拢爱食即间的鸡卵糕，所以姨母无换口味，其实是咧友好时代，嘛为着因的健康设想。即马阮拢大汉啊，分开了后就无搁替阿公阿嬷过生日，即款鸡卵糕也就无机会搁食着。而且我有去网络找，才发现这是一间老店，真侪桃园人可能拢食过。即款鸡卵糕阁是镇店之宝，我细汉有影毋捌货。嘛总算知影即种鸡卵糕叫做布丁鸡卵糕，但是其实食无实体布丁，有影真有特色。我的分享就到这，大家敢有食过啥物特别的鸡卵糕？我是10箍，多谢。哦，拍波10箍你即张杯吼，迄白边个要起笑啊！迄苦力木啊，什物啊，拢夹伫那后，伊有困难。袂啦。伊讲的即个鸡卵糕我无食过呢，你无食过，我有食过，我桃园人我有食过。这恁调开啊！啊，这吃起来是啥滋味啊？可能是阮亲戚，敢真正才歹食。就是迄因为你讲大大口感就10%的，10%啊！安尼毋着当发过？无啦，无够发过啦。你看哦，迄就是马粉，嗯，敢是安尼念？对就是马粉，迄种鸡卵糕啊，
食起来就是台湾的法粿，不国外的法粿，迄种感觉，伊会搁较淡一点嘛。但是我看即个10块讲的，伊这伤大，啊，搁定定，啊，著囡仔人咧食。重点是搁有迄乌棗，乌棗一般外口拢会就是搁一盐迄种奇怪的糖霜，所以我拢感觉有一个味呢。迄有生过啊，鸡卵糕内底若有这我可能。你安食迄，我细汉拢偷学迄腰果来食。啊，鸡卵糕就送互阮小弟食，敢若食腰果安尼哦，食刺激哦。因个甜甜安尼。安尼咱就去买迄甜的腰果就好啊，是安爱食即个遮艰苦的物件。啊，都大人订的啊。所以你我看10块因这拢有食了，啊，恁订的嘛拢有食了，敢无会剩？我袂记得啊。照你讲的，若较无好食，你家腰果沤起来了，迄鸡卵糕应该有剩这条。大人处理的。咱拄则讲这个鸡卵糕，敢若后一篇，敢若有小可牵连哦。是哦，奇怪，听朋友叫你分享甲鸡卵糕有关系的代志，啊，你来分享迄做歹食的鸡卵糕是啥物意思？我想要听的是，恁甲我讲倒位有迄好食的鸡卵糕，介绍我去买啊。但是口感是主观的啊。对，有一寡人感觉好食。有的人感觉好食，有的人感觉歹食，有的人感觉有一个下味，有的人感觉有一个伤做啊，伤做是啥？伤做。但是讲真诶，听面我真欢迎恁甲我分享讲台北有啥物好食的鸡卵糕，因为后边我本人是一个无介食鸡卵糕的人，大家拢甲我讲，我甲你讲，我这物件哇，偌好食，偌好食。无我食的拢是哦，我无法度体会别人迄种食出啊呜，迄种感觉。欢迎恁提供一寡真厉害的鸡卵糕来甲我讲，安尼咱来念后一张批。好，后一张批是新北市的豆腐色来批。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豆腐。我要分享一个细汉的时阵，我甲鸡卵糕有关系的故事。会记得有一摆国校的时阵，妈妈带我去阿公阿嬷因兜佚佗。迄天正就是我的生日，为食暗顿开始，我就咧期待讲，哇，等下食饱饭以后，我的鸡卵糕是会生做啥物款的？而且因为我感觉讲啊，等下爱食鸡卵糕，所以我爱做一个乖囝。食饱以后，我就家己主动走去生活。但是所有的代志拢无用煞了，奇怪，大家煞拢无啥物反应呢。我干那会当伫边仔家己伫遐耍。阿公因兜有一块真大的白板，面顶有写日期，我就惊讶伫迄个面顶伫画图，一直画讲，哇，今日是8月17，哇，今日8月17呢。我一直讲即句话讲几摆，但是阮兜的每一个人拢无反应。其实我的心内真正足艰苦的，一直到我老母载我转去厝进前，我的面拢超级臭。我就是讲，我安尼甲大家讲，应该是真明显啊哦，这个暗示，偏偏无人听出来。后来转去厝的时阵，阮妈妈雄雄直接骑车去到芳店，甲我讲：来啦，拣一个你介意的鸡卵糕。我原本非常失落的心情，煞雄雄变甲欢喜起来呢。我会记得我迄当阵拣一个750块地果造型的鸡卵糕，而且规个拢是巧克力豆的哦。750块，伫阮细汉时阵，毋是一个真俗的鸡卵糕。我感觉讲，哇，这一定足好食的。但是我真欢喜的食第一喙的时阵，我记了非常清楚，迄是地果的瓜，所好加落去，哪是破咧拢？第二喙食了，险啊哭出来，迄个巧克力豆超级歹食的。但是阮老母伫边仔甲我看，我阁袂当表现出来，所以我就加甲他笑，足好食的哦。我足欢喜的甲伊食了，我的心内真正是感觉歹食甲爱袂叫母。原本就是讲我心内的空喙会当互妈妈即个爱心鸡卵糕甲伊补起来，结果想袂到，嘛是因为即个鸡卵糕，我心肝内已经去互补起来，空喙搁安尼啪去互拍开。即个感觉差不多就是过年的时阵，咱会当食到迄种严格的巧克力豆放大做一个足大足大的鸡卵糕的感觉，而且重点是伊的克里姆夭寿歹食。我拿下配的过程当中，阁想起迄个味，拿下就拿。自从有即个经验了后，后来若是拄到朋友的生日，我拢会特别注意讲别人介意啥物口味的鸡卵糕。对，阁有一点爱提醒大家，千万爱讲好谁要买鸡卵糕。若无就会甲阮公司共款，有某一个人生日，结果阮总共买6个6寸的鸡卵糕，上尾食甲是要吐出来。自迄天了后，我就不管讲啥物惊去互迄做生日人提早互伊知影讲要庆祝，因为甲即件代志比起来，
我搁较惊食一堆鸡卵糕。尾啊，这个 PTSD 戒冻，差不多有2-3年都无买鸡卵糕给别人食。但是我嘛是要讲啊，我也是足介意鸡卵糕的，只是无法度一个食一条。以上就是我甲鸡卵糕有关系故事，甲大家分享。嘛希望每一个人生日的时阵，拢有人甲你斗会记你，嘛有鸡卵糕通食。多谢大家！哇，各位好好啊！豆腐这分享这早歹食的鸡卵糕，啊，佮叫我演，啊，佮叫我爱演迄会吐迄，我演甲家己拢叫要吐出来。一食算了后就要吐出来。演员拢毋敢食鸡卵糕啊！但是我无啥介意食鸡卵糕，我拄则已经有讲啊嘛。不离糕，我生日的时阵，甲礼物比起来，一定爱有鸡卵糕。你敢知是安怎？毋知，因为我要分蜡烛。哦，分蜡烛迄个感觉是上重要的。啊，你个年岁敢要囥起哩？我囥18岁啊。啊，永远18岁。无我你讲，即摆新的啊，较新型、较水迄种的啊，拢是迄种幼幼的蜡烛哦。细细支啊，一支爱安尼金光闪闪。对。哎呀，点落去点无偌久，5分钟了，伊会规条扬起。你鸡卵糕，迄种细细支。对，我的重点就是我爱分蜡烛，是安怎你知无？爱下关。对，迄个下关真重要。啊，若是无蜡烛，你至少爱摕一个赖打我安尼，闭节艺术节。无一定爱鸡卵糕，我会记有一冬，我甲阮朋友去佚佗，阮订的迄间鸡卵糕，买来毋知安怎，就是伊无开，结果买无，你知影？落尾然后咱喏，阮去买寿桃。阮迄摆去宜兰啊，拄好宜兰迄当阵啥物庙会啊，是创啥做招啊，是创啥？因遐每一间的芳店哦，因拢有迄寿桃山，哇！哦，啊，我嘛是头一摆食着迄种口味的寿桃，迄种口味，啥物口味？一般是红豆啊，应该是，但是你敢有食过绿豆芽的？无呢，卖假，我迄摆毋是有摕一条你食。啊对，你有摕我食过？你顶下来甲我讲你无食过，我能叫你食。对，共款的对话，我想起来啊，我有食过。等下别你看，白白摕是安尼对待我，我拢安尼真心换绝情，林哥拢讲我甲伊欺负，毋要相信我。你头莫伫遐摇，听到没有看无？敢若我看有。对，因为阮自细汉就是食绿豆芽，所以我毋知影讲外口是食啥物。伊讲有红豆的，佮有蚵仔，啊，佮有一个。毋知啥物，但是我毋敢食，所以我就拣一个上安全的红豆。遮侪种口味对，有几啊种诶。听朋友你红菇迄种诶，听朋友，还是你是宜兰人，还是恁遐诶寿桃有啥物特别的口味？拜托来小配来甲阮讲。互阮知影者，我确定有红豆甲蚵仔，但是就是无绿豆。阮彰化人就是爱食绿豆。讲到彰化人，安那最近伫咧迄个厝面顶，阮前一阵啊，阮咧甲人战争。彰化人有甲爱甲人战争诶。彰化诶网友伊来北部了，伊甲伊男朋友伫咧讨论讲，肉燥饭甲卤肉饭要安怎分？啊，伊就可能两相片，你知影？一张是全部拢是300，啊，一张就是迄种无切做一角迄种诶。了解。我来讲，我来去回啥？我来去回讲。对阮彰化人来讲，全部拢是300，这叫肉燥饭啦。啊，卤肉饭咧？卤肉饭就是有肥诶啊，肥诶切做一角迄种诶啊。哦，我来讲，足侪人来甲我起赞的哦。有人问啊，我伫下骹铺一张，因为我最近拄好早囝才登去头摕肉燥顿。我就铺一张我的肉燥，你知阮老母煮的，我就讲这是小编妈妈煮的正港的300的肉燥饭。啊，你知影后壁有人甲我回啥？小编，你知影他看起来这像鸡仔肉饭的？你是捌人捌？鸡仔肉饭内底爱有鸡仔，哎呀无，无鸡仔的鸡仔肉饭。你看人拍，真要还价啊！等下为什么为鸡卵糕讲来当到肉燥饭？哦，我是爱讲到这个肉燥饭，因为我想起我一届，阮读册的时阵，阮同学啊，嘛袂记哩买鸡卵糕，啊3个半暝毋知要去倒买，结果阮就是去个乌白切，甲伊买迄2碗肉燥饭，买2碗肉燥饭。对，啊，阮两个碗糕啊，甲伊煎，啊，甲伊做安尼一圆，我肉燥一圆，饭一圆安尼。哎呦，这搞工！啊，因为肉燥浇汤，啊，伊有一寡就是深浅，你知影？阮就甲伊倒卡，啊，甲伊饲好，啊，甲伊砍过，啊，甲拍开，啊，就变做一个鸡卵糕。遮厉害！肉燥饭的鸡卵糕，佮免切都直接用汤匙啊，就会使食。真有创意哦。对啊，啊，阮迄当嘛无蜡烛，阮就是用赖打。厉害哦！不管安怎，啥物款的鸡卵糕，阮就是爱下关。有感觉足感动的无？迄是一种仪式感。对，仪式感，你迄个仪式感，仪式感。我有想到一个，我有一届去食火锅的时阵啊，阮朋友就是到约好了去，伊才甲我讲迄天伊生日，
我想讲夭寿啊，我也无炸什么礼物啦。嘿啊，我有甲你讲过，我会记我有甲你讲过。啊，迄工伊会甲我迄个魔法的牌影，嘿，甲我吐去。哦，你知我咧讲啥？送做礼物就对啊，对。啊，迄工就是迄火锅店嘛，有送一个鸡卵糕来，送鸡做特两个别的哦。对，伊是家一个碗我倒吸过来，啊，甲伊猪肉片连起哩，连起哩，对，连起哩了啊，就加做一个鸡卵糕送过来安尼。哇，遮尔有心。对，啊，伊顶悬敢有插蜡烛？有啊，有哦，伊就迄肉包起来时阵啊，毋是有一个厚度。啊，嘿嘿嘿，肉佫会黏黏嘛，因为迄肉已经退冰啊嘛，所以有淡薄黏黏。啊，伊迄蜡烛插起哩就掉咧啊，安尼捧过来，啊，唱生日快乐歌安尼。敢有点火？有啊，有点火。无免咱唱歌，免咱分蜡烛。啊，迄肉敢有吸着迄蜡烛？有啊，后要紧，免钱的后要紧。你全部拢滴滴起来，我甲伊掰掉，我嘛是会食，好无？免钱的呢。你讲滴着蜡烛，你嘛会食迄肉？对，甲迄蜡烛油掰掉就好啊。哦迄是毋是叫蜡烛屎？我嘛袂记得蜡烛的目屎，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迄个朋友做夭寿的，安那？伊即摆已经毋是阮朋友啊。伊迄工伊就分一块猪肉互我，啊，伊会甲我讲，迄是伊生日店家送伊的，所以伊干那会当分我这一块尔。啊，当生有够计较的，所以迄人即摆已经毋是我的朋友啊。所有熟悉我的朋友，若听到即段，一定知影我咧讲啥。啊，毋过迄生日敢是恁朋友家己甲店家讲的？对，啊，是伊就哦迄工雄雄问讲，敢有人要甲我去食火锅？啊，因为我下班回来的时阵会经过迄个所在，嘿我想讲无食过啊，还是无食看卖好啊，我就甲伊去。嘿，结果我去的时阵啊，迄其他店家人来问讲，请问今日谁生日？伊就讲是伊，我想讲，今日你生日。日哦，啊！你生日无人陪你食饭，啊！你个雄雄叫一个人来食啊！安尼，我即摆会当了解一下伊无朋友啊。伊甲我骗过了，我嘛已经毋是伊的朋友啊。冰准啊，冰准啊，冰准，冰岛啦！我咧讲，迄若毋是因为迄岛我是念咧，我早甲变过啊。我火锅毋通毋通。好，过来，继续分享。过来是罗迪，敢是阮桃园人？奇怪，那拢是恁桃园的啊。罗迪的英英米袋主，嘿，伊讲细汉时伊注明讲是30-40年前，恁隔壁阿姆。暗年岁应该更较大啦。细汉时鸡卵糕是吃花品，生日都是妈妈煮鸡卵来过生日。毋过厝里囡仔济，排第5个我定定是甲咧趁钱的哥哥姐姐，还有细汉的弟弟，伫妈妈心内地位袂比一。迄年妈妈拄好身体无爽快，甲我的生日放袂记，我靠咧甲伊讲我无食着卵，暗时妈妈就煮面线来甲我补偿。大汉了，感觉家己毋捌代志，也因为旧历生日甲新历生日是无共工，19岁迄年会共一工，啊毋过伊会无共款，才雄雄知影讲，原来身份证顶悬的生日毋是我旧历的生日迄天。后来我就真少咧甲人讲生日啦，我拢家己庆祝。即马阁因为食菜嘛无咧食卵啊，因为我食全素。上尾想要讲，多谢妈妈甲我生落来，辛苦你啊，感恩。就来每一就会拍我。感谢妈妈甲大家生落来。对啊，做生日即天就是无难日，无难日。对，我嘛感觉即个念法足困难的。对啊，大家做生日快乐喜欢的时阵，一定爱分一个愿望互妈妈，祝大家身体健康，这是我个人啊。祝大家都包括妈妈。对啊，所有爱我甲我爱的人拢身体健康。对，安尼范围小块呢。袂啦，啊，伊拄则有讲到这啊，伊即摆食的是全素，伊有特别说明讲全素甲零素是拢无咧食卵的。啊，若是食迄卵零素的素食，才有食卵，足歹念的呢。零素，我头一摆用台语念即句诶，拌喙饮的。对，零两素，卵零素，零素、卵素、卵零素。哦，敢是卵零素？厉害哦，变卵人。厉害。好，过来，过来是撞着两个地名的福建啊，伊叫福建，啊，倒两个。我嘛毋无你知。来，你继续。好，伊讲阮某生日迄天，我买鸡卵糕互阮某食，而且佫买着青塘阿欧演唱会门票，互阮两个做伙去欣赏。我叫你下回来分享，敢有叫你来，就是放这放这闪光的炸弹。福建啦，福建啦，福建即场写较长的啦。以后搁安尼笑来跳过。
好，过来即个是高雄的，这我有问题。安那伊的华语是写一轮，是啊，请问是爱念一轮还是一轮？一轮啦，一轮吼。哦，这高雄的一轮讲吼，自细汉因兜的人拢无介意食猪肉的甲鸡卵糕，所以伊对这个物件嘛感觉真青分。啊，毋过咱台湾人拢有一个惯势，就是生日的时阵，大家买鸡卵糕来庆祝。这点伊嘛感觉足疑惑的，是安怎要安尼做？敢讲这是一个啥物趣味的历史？想要问主持人是安怎？你直接伫咧节目甲我回，多谢。啥态度啊？叫你写批来，这样个出问题啊，出考题啊！就是讲诶，一个你安尼敢对哈？啊，毋过阮兜嘿，时代无一定食鸡卵糕呢，啊无恁食啥？因为我会记你你拄则毋是讲食迄种歹食的鸡卵糕，啊，即摆佫无食。有一年登去阮外妈兜，猪卡米线，对，对一大盆的猪卡米线呢，而且迄米线佫袂使夹断哦。对。你的头伫咧叮当，听都没有看无？你莫来演我笑吧。阿嬷最厉害呢，阿嬷呢？豆食啦，对啊，豆煲安尼啊。对啊，无一定食鸡卵糕啦吼。好啦，无你回一个人，是安怎咱拢会就是食鸡卵糕？这应该是较现代啦。对，这是食鸡卵糕吼，这是为西方开始的。对，迄个古希腊时期吼。迄当阵的人为着要替神来庆祝生日，上界受欢迎的就是即个月亮神 Artemis。为着要庆祝即个月亮神安怎？对，为着要庆祝伊的生日，因会以迄面粉啊，佮有蜂蜜来做一种圆形的饼，啊，顶悬佮来插蜡烛，即个蜡烛就亲像迄光线柔美的月亮光。哦。啊，就甲即个饼放伫咧圣坛顶边，向即个月亮神来下愿，献上祝福。因相信讲，即个愿望会对即个蜡烛个烟传达到即个神的身躯边，所以就是拄即个祭品延伸出来，啊，变做讲是食鸡卵糕安尼。对。这一定就是生理人的气度啦。甲迄吼中秋要烘肉共款。差不多。好，过来即个是伫花莲读册的高雄人木秀的木秀，无啦，无共字。伊这是木草人的木。伊讲我其实无足介意鸡卵糕，尤其是顶悬的克里姆。会记你细汉幼稚园的时阵，我鸡卵糕敢若食内底布丁。后来大汉以后，鸡卵糕有搁较侪选择，有提拉米苏、巴苏库、蚵仔鸡卵糕、比利时、青巧克力豆鸡卵糕。拢是我的爱哦，我食甲哪下拢见着。即马有迄种超级高水，佮有做甲若像真诶鸡卵糕，迄我嘛无介意，因为要甲即种遮高水物件食掉，真正会毋甘。所以我感觉鸡卵糕若是朴实、用料实在、好食，安尼就会使咯。哇，安尼，你介绍一间，对，阮桃园的鸡卵糕，无克里姆，用料实在，推荐互你。叫伊寄一袋我食，寄来都嗨起。伊买一粒，啊叫伊切一袋寄来互我食。哦，你这桃园的鸡卵糕做万用的哦，这嘛会使用，迄嘛会使用。讲到克里姆啊，我嘛无介意食克里姆的。我拄仔是毋是有讲？有啊，佫想到一个我克里姆的故事。奇怪，我这鸡卵糕有真侪故事通讲呢。对啊，我会记我有一个老师。伊就是自细汉就甲阮讲，啥物某一个鸡卵糕足好食的，伊的克里姆小赞的，台北人拢知啊。听没有？迄就是雷贝卡加伊的迄个。听讲雷贝卡拢食迄个哦。你问我讲，啥物是雷贝卡？无够善良的咱，迄个雷贝卡，想要知影啥物鸡卵糕，甲你去查吼。对，伊就甲我讲，迄个物件足赞的哦。尾来迄当阮就是学生要甲老师做生日嘛。我想讲，老师今日念足侪届啊。老师咧提示啦。对，我想讲无来去买迄个鸡卵糕好啊。我搁内底去拣讲，因为伊无介意食巧克力豆，我搁内底拣迄蚵仔，搁有迄布丁的。拄好迄鸡卵糕搁伫兜附近，我想讲哇，一切天公要来安排啊。叫迄届我嘛足期待，因为伊讲我足厉害，叫我切咧我食咧。无我都回答啦，我讲袂出话啊。伊食袂了，你想遐尼好食就对。对，无迄传说中因讲的安尼。但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毋捌克里姆的关系。老师若食了，好食呢，哇，无怪啊，大家拢要食这。我听无呢，我一人刚坐伫遐，看现场所有人，大家拢咧。所以你食鸡卵糕，迄克里姆拢会甲抠掉吼。
无一定啦，便当的时阵就会硬吞，若是边仔有人熟悉，我知影伊会食开啉，我会甲面顶迄沿抠落来互伊。对，你会记顶个玩的对台哩无？有一个咱头家有炸一个鸡蛋糕，可能伤久我袂记得啊。你无爱食的物件遐尼济，拢学互我，我早就袂记得啊。你啥物态度？我是甲你加菜，看你的便当伤少啊，惊你伤瘦，所以我甲我便当来菜分享互你。家己讲较心虚，你会感觉足感动诶，我甲我出去做袂歹诶，阮朋友甲我出去做袂歹是啥物意思？好啊，拢莫出去啊，莫出去啊！我感觉是因为时间差不多啊，这集已经讲伤侪鸡卵糕啊。真的，我规头壳拢是鸡卵糕。咱后一个配爱讲一个咸诶无？咱特别拢咧甜诶。看12月有啥物咸的节日好啊？无要紧，咱先来看12月有啥物节日。刚刚是迄个噔噔噔噔噔噔 Christmas 啊，Christmas 有啥物会使讲诶？无紧，无咱再来讨论啊，再去讨论。看看咱是听众朋友有啥物建议？对，12月份有啥物主题想要甲阮建议，嘛会当写批来甲阮讲。好，差不多啦，紧诶啦，收尾啦，来食鸡卵糕啦。迄啦，有村有对，分享一个资讯，嘿，伊讲就是迄台铁有出一种车，对，这有村就是咱诶死朋友吼，爱甲大家对讲强调者。伊坐迄车顶管有甜露米其林啊，甜露食个饱。哦，你讲坐迄班车啊，坐去了后就是甜路食到饱呢。对，毋过我毋知爱开钱无。哎啦，干嘛变钱？坐火车车票爱钱，车票爱钱，应该食物件嘛爱钱。我感觉应该是甲迄什物天运河共款，就是有一个车一段啊，迄是点心。伊讲12月初7要首航，即个名叫做海虹号。听没有？你若是有兴趣的人，会当家己去 Google。完呢，好啦，收尾。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抓啦！后礼拜请继续收听。有啥物配饰，做伙来听黑白版，黑白版，多谢大家努力。大家好，我是豆腐。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伊讲两边大家好呢。阿公因兜毋知是安怎有一个做大做大。细汉时鸡卵糕是吃花品，甚至都是妈妈煮鸡卵糕。煮鸡卵糕，你妈妈几厉害哦？